好，来，乡亲继续来看新北市的成武高中，2年前传出逼退老师万发薪水的代志，即摆阁互逼讲，老师顶个月甲即个月薪水拢也未发予人。10外受害的老师徛出来抗议，讲学校违反承诺，虽然有讲领私校的补助款5000万，但是却无爱甲薪水发予因。有的老师已经生活困难，爱借钱来纳贷款咯。政府救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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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政府袂当见死不救。10外位新北市的成武高中的老师徛出来抗议学校去年3月开始发薪水就无正常，只有发本薪。去年12月到今年1月拢无发。我借了信贷来还房贷，因为我都收不到钱。当银行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可以不付吗？我可以耍赖吗？在面对我们这些资深的老师，他们不怕我们走，他们更希望我们走，因为我们是他很大的成本负担。学生缴费的收入加政府补助有5000多万，6个月薪水总 total 大概估算一下，也不过就是3000多万，怎么可能会发不出薪水呢？政府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钱给私立学校了，然后是这个钱不知道哪里去了，老师薪水1毛钱都拿不到。你都不管一下吗？老师这个学校明明是有钱的，到底是为虾米？连劳健保的费用拢计点点。成武校方声明过澄清，是因为官司在身，所以105年度私校补助款被扣啊。107年度虽然钱有入来，但是爱作业的时间。不过教育局表示，这是纳税人的钱，哪会当无要无紧？初步查核的结果呢，发现该校的财务结构很不健全，那也会研判是否向法院来申请停止或解除学校的董事长或部分或全体的这个董事的职务。新北市教育局表示，协助教师提出法律诉讼，成武高中学生在舞台顶行出家己的路，陪着学生团的老师，无应该是走投无路。